過要到當年6月畢業季啊，真濟大學生攏咧無用找頭路。根據人力銀行的調查，學校學的甲出社會需要的能力是差真濟。有67%以上的上班族攏是家己另外去學。尤其是即陣這 AI 科技應用愈來愈濟，狀況也愈來愈明顯。早頓3個月翕相甲因通知，休困的時陣兼做外送甲包貨，正職是咧做這的，毋過伊大學讀的是經濟系。那時候就沒有轉系，就是還是靠就是打工，就是各個領域的工作，然後來找自己有喜歡的，或是多學一個專長的技能，可能就不會讀經濟學系。對經濟相關職務攏無啥物興趣，所以伊做三工，找到伊佮意嘛會當做的食食。人力銀行就公布，一項學用落差調查就指出 ，AI 出現了後，上班族認為學用落差是愈來愈強。有76%的上班族認為，佇咧學校所學的技能、知識無法度滿足職場的需要，主要是因為理論和實務差距傷大，無法度滿足企業的需求，而且當初所選的嘛無一定是有興趣的科系。不過，會當有學到，佫會當用的是旅遊休閒、運動、一般服務業，還有醫療照護。佇咧學用落差上大的，就是大麥甲小麥。其實他們在學校，很多人反映學到了理論，但是因為時代的變動太大，可能離開學校之後，發現現在的市場已經不一樣了。可能他們現在必須要學的是數位行銷，或者是可能 AI 相關的工具。面對這場學用落差，調查顯示有67%的上班族靠自學來提升能力。人力銀行就指出，這代表上班族已經豆豆意識到終身學習，也就是食到老、學到老是介重要，嘛是工課場一定愛有的。今仔在咧大學各咧學的學生，嘛會當透過修輔系下領域的課程，培養下領域的能力。畢竟時代變化真緊，未來是真好滿足工課需求。記者綜合報道。